盧凱彤音樂會尋晚順利完成尾場演出，佢以吉他自彈自唱。陳奕迅唔單止到場支持，更加上台做和音，即場表演，兩個更加喺台上邊互相錫對方塊面啊！但係你哋咧就互相錫佢啦，點啊？我出嚟和音我想，得唔得啊？唔得啊嘛！我忍唔住啊！我一看他是不停。因為其實我本來應承咗睇薛凱琪，好多謝嚟唔係薛凱琪可以嘅。夠啦，其實講夠啦。我同佢解釋咗得㗎啦。佢話咁你去咯。